台湾附近的海底电缆搁再登去啊！昨下晡4:07的时阵，这东南亚方向的 EAC 线路登去，影响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。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就表示，这流量和回应时间也会使。那中华电信也讲，这条不是因投资的，国内海缆运作拢正常。所发布强调，目前国内海缆拢是正常运作，也有14条的国际海缆呢，有3条等待修复，目前先用这替代备源提供服务。国际通讯大部分是透过光纤海底电缆传送。台湾即马有24条的海底电缆，10条国内的电缆，14条国际电缆，其中8条伫今年断线。根据台湾海缆监测平台显示，下晡4:07 ，EAC2 东南亚方向断线，影响台湾往新加坡的国际传输流量。台湾到新加坡目前都还算是正常范围的，它可能有其他的备源的容量，就其他备源的海缆的容量。那第二个，台湾到新加坡这边并不是台湾到国际网络的主要的出口。EAC2 断线无明显的通讯影响。根据国外网站 Submarine Cable Map 公开资讯 ，EAC C2C 自2002年开始服务，业者是 Telstra。中华电信表示，目前断线的6条国际电缆，毋是中华电信所投资的。中华电信投资的国际电缆服务正常，台湾这边的国内电缆也无任何断线的情形。做海洋地质测量甲海缆路由调查服务的公司指出，通常海底电缆断去有70%以上是人的活动造成的，其他是材质、古气、后气，还有地质的灾害。人文活动包含渔业活动跟那个锚击，靠近横津马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渔业活动啦。陆资的那些船的活动装进去的话，其实也都是有可能的受损的。台湾4B有9条海底电缆同时间登去，虽然部分无影响台湾，不过而且发生电缆疑似是予中国的渔船拖登去，加上海底电缆要修理要几礼拜到几6个月，户外界烦恼，若搁登落去，台湾会变做孤岛的内网。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董事长吴胜雄指出，中华通信加旧电缆，还有起电缆站，增加较侪卫星服务，朝向多用性的发展来转移风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